新竹市立殡仪馆昨是爆出重大疏失，有代办的业者无确认遗体身份，就甲送去火化。这死者的家属是未附见到最后一边受气枪夺，甲业者冤家起卡动手，警方嘛有到场来处理。市府是表示讲，会阁叫业者甲家属来讨论要安怎讨赔偿，市府嘛来调查责任，也有处分。 新竹市立殡仪馆内底一阵混乱，随后出现丧家甲殡葬业者冲突的情形。因为台办的业者无确认好死者身份，共火化唔到遗体，造成下晡要送阿嬷最后一顶的带底人，无都见到最后一面。带底人当场情绪失去控制，甲这疏失的业者相拍起来。因双方皆不提告，本分局依据《社会秩序维护法》第87条之规定裁罚。业者的事实部分，本所将厘清责任归属后，并依规 严厉处分。警方依法追究办理，市府调查了后，确认是业者作业疏失。经过协调，业者先协助家属完成个别停尸，会阁针对这赔偿的代志来进行讨论。因市府也会调查这责任归属，严厉来处分。就是戴手环，就像医院那个病房，病人不是都戴手环，塑胶手环嘛？到时候请 家属确认那个手环的名字，就不会弄错啦。手搁有挂手环嘛，手环都有啥名啊？你要火葬嘛是共款啊，你迄家属先认讲，这个是毋是恁像对不？讲是毋才上去修，你做错你就惨了嘞，拜托。由于企业不发生要解破凶嫌，差点抓唔到遗体。专家学者认为讲，业者处理亡者后事过程中有侪人经手过，为了防止无形中发生错误，经由亡者挂手环来辨识身份。火化进前，请家属确认身份，才法度确保袂唔丢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